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接助手，我係阿 Van 啊。華發作為珠海市政府背書嘅一個國企發展商啊，喺珠海市區各個片區咧都有佢自己嘅一個住宅嘅項目，包括喺珠海嘅斗門啦、唐家嘅高新區啊，更加冇話珠海市區入邊嘅啦。咁近期咧，華發呢邊最 hit 嘅話題啊，自然就係近翻關口嗰邊嘅灣仔十字門嘅片區，比如話華發嘅琴澳新城、華發嘅灣11號，仲有我身後嘅呢個位於珠海市金灣區航空新城嘅華發金灣府啦。咁啊喺2020年嘅時候咧，成個樓市喺大灣區呢邊嘅樓市最高位嘅時候，係呢個航空新城嗌緊嘅均價，無論乜嘢屋苑哦，係28000到3萬蚊一方。而家就只需要18000蚊起就可以帶埋精裝修喺一個咁 fit 嘅呢個區域攞低一個住宅嘅3房或者4房嘅單位，就睇大家啊係邊個面積可以解決到你哋嘅嗰個居住需求啦。咁啊，而家我身後嘅華發金灣府啦，在售嘅面積咧，喺從最細嘅95平方嘅3房2廳2衛，到最大嘅小高層洋樓143方嘅4房都有得選擇㗎。所以我之前咧係有一位業主啦，佢都係考察咗喺珠海嘅每個片區，包括市區，包括唐家高新區嘅海景單位，最終咧都係選擇後係華發呢個珠海金灣航空新城呢邊嘅華發金灣府。咁佢入邊嘅戶型究竟有啲乜嘢魅力，令到我呢位業主咧都係選擇後呢一個地段同埋呢一邊嘅95方嘅3房咧，咁啊一於帶大家慢慢了解先啦。OK， 咁我都係入翻嚟咧華發金灣府嘅營銷中心，同大家講講哦，因為佢呢邊發售速度確實係非常之快啊，同大家介紹一下而家在售嘅房源同埋佢嘅單位位置先嚇。咁而家我哋睇翻呢個沙盤嘅模型啦，我哋成個華發嘅金灣府一共係分3期嚟開發嘅。咁喺中間嘅呢個1期啦，即係呢個小高層洋房129、143方單位就已經係全部售罄啊，包括咧仲有2套嗰啲所謂啲特色戶啦嚇，係1樓帶埋花園嘅嚇。咁啊呢個後期咧我都會同大家逐步介紹到嘅。咁而家最主要再售嘅話咧係我哋華發金灣府嘅2期啦，就係面前嘅呢一個。咁喺前排嘅呢一個就係 A2 棟啦，A2 棟咧佢全部係129方嘅小高層洋房嘅單位嚟㗎啦，已經係正式嘅發售當中。而家可以選擇到嘅樓層咧，都只剩低3樓、4樓、6樓呢種高度啊，仲有一套8樓嘅。不過咧，被其他客戶應咗籌喺度。如果係對呢個8樓比較中意嘅朋友咧，都可以通過右上角嘅聯繫方式諮詢我係再帶你哋睇一睇嘅嚇。咁而家我哋就今日最主要睇翻咧高層嘅呢個 A3 棟同埋 A4 棟啦。最主要再售嘅就得3個面積，95方3房2廳2衛，98方係向東嘅一個橫廳嘅4房一個3+1房嘅單位啦，同埋115方南北對流嘅呢個面積嘅呢個4房啊嚇。咁啊其實咧係後邊嘅話仲有一排嘅。後邊我哋見到咧就水晶體咧係仲未起嘅，就分別咧係喺5棟、6棟，直到後邊嘅16棟啦。其實成個2期係分17棟嚟開發啊。咁啊聽到我最新嘅消息咧，就係喺面前嘅呢一個5棟樓下會打造一個下沉式嘅會所。具體做成啲咩效果啊？可以有啲咩配套啦，俾我哋業主去使用啦？呢個我係暫時未知道嘅啊。大家咧可以持續關注下我哋嘅 channel 噶啦。咁啊包括後邊啦5棟嘅話咧，而家就已經起緊啦，6棟嘅話就打好地基嘅，7棟啦，高層7棟都已經正在打地基嘅當中。所以華發金灣府呢度咧係佢發展商呢邊華發係非常之有信心，係喺25年之內將成個2期咧全部係清晒佢賣晒佢，包括後邊嘅正在起嗰啲，一攞到預售證或者係封口訂嘅情況下咧，就會正式去發售俾大家去睇翻嘅啦。咁我哋就睇翻啦沙盤啦。咁而家嘅話咧，我哋4棟咧最主要在售嘅面積啦，就係95方嘅3房同埋115方嘅南北對流嘅4房呢個亦都有做示範單位，我陣間咧會直接上到去噶啦。咁A3棟咧就係仲有一戶就係呢一戶啦，01戶型嘅係98方嘅嚇，98方橫廳嘅4房。不過咧佢呢個0198方就冇做示範單位嘅，所以我都一直好想上去影但係咧就冇做示範單位，或者係要我帶住客戶啦，咁啊真係要特殊申請嘅情況下，我先可以去到 A3 棟01戶展示俾大家睇㗎啦。不過咧呢個01戶咧佢就係向馬路㗎嚇。
向東嘅呢邊水咧，佢如果要話舒適性嘅話咧，始終都係95方同埋115方嘅呢兩個咧，就嗰個向頭咧係正南啦，或者正南正北南北對流嘅單位嚟嘅，我會更加中意95同埋115方嘅。咁啊，而家我就直接上到去示範單位嗰度啊，帶大家睇一睇佢入邊嘅交樓標準先啦。溫馨提示啊，本示範區僅作風格展示同埋參考之用，即係實際嘅交樓標準嘅話咧，就唔放任何嘅家私電器啦。我而家上到嚟華發金灣府2期嘅呢個 A4 棟3樓嘅啫，佢呢邊示範單位就係做咗3樓嚟睇一睇呢邊嘅95方同埋110方嘅呢一邊嘅戶型設計格局。咁啊喺我哋嘅呢一個高層嘅住宅啦，每一戶無論係95方定係115方，都可以做到獨門獨戶嘅呢種設計嚟嘅。從電梯廳入到我哋門口嘅話咧，就唔會出現好似有好多屋苑嘅話，一打開門同隔離嘅嗰戶咧兩個同時開門嘅咁一種情況，獨門獨戶。咁啊門口嘅呢個空間咧，大家可以簡單咁利用就唔可以話完全封起身，或者將我哋呢個走火通道嘅門咧鎖住或者攔住口㗎可能放啲鞋櫃，簡單嘅鞋櫃呢邊。呢度做個簡單嘅鞋櫃非常之唔錯㗎嚇，反正咧門口嘅呢個空間咧，大家你哋呢一戶可以自己使用㗎啦。咁入翻入嚟，我哋先睇95方嘅呢邊嘅示範單位啦，成個咧就已經做過大橫廳嘅呢種設計喺度，95平方做個3房2廳2衛嘅戶型，我自己非常中意呢個，而且價錢好啱數㗎總價咧都只需要170萬起嘅啫。我哋睇翻啦，喺呢個飄窗台，露台望翻出去咧，就係呢個向頭係向正南㗎大家就千祈唔好搞錯啦。望嘅咧係我哋園林入邊嘅景觀，樓層高少少嘅情況下咧，我哋仲可以話望到遠啲嘅航空新城嘅景觀。不過咧，當然啦，價錢樓層越高我哋需要俾嘅價錢自然越貴㗎啦咁我哋呢邊嘅95方咧，佢就唔係傳統嗰種就坐北向南嘅樹廳戶型，係咪？大家可以見到我身後，從門口一入嚟就已經到開我哋嘅飯廳，同埋呢個半開放式廚房嘅位置，成個客廳嘅呢個活動空間非常之闊綽。做個橫廳嘅呢種設計咧，就唔會話從我哋嘅客廳到休息區有個浪費嘅一個過渡喺度咁傳統嘅嗰啲戶型嘅話，係咪？客廳飯廳再入翻去房間，有條好長㗎，甚至要去到4.5米5米個走廊橫廳嘅戶型咧就唔會有呢種浪費嘅空間啦。示範單位啦，喺門口呢度做咗2排嘅呢個櫃喺度，咁其實交樓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樣嘅，只係俾到大家一個參考。後期入門呢度可以做鞋櫃，可以做呢個做個酒櫃喺度反正大概咧都係一個儲物嘅功能，大家想放翻自己嘅收藏品呢個係完全冇問題嘅。我哋呢邊嘅廚房咧，佢就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設計，需要煮到食物味比較重油煙比較大嘅，我哋可以將旁邊呢個3點式呢個玻璃嘅趟門咧，兩邊合翻佢，就可以變成一個封閉式嘅廚房。要有玻璃嘅趟門我哋後期收咗樓先可以開通翻天然氣嘅。交樓嘅時候咧，就係呢種半開放式嘅廚房啦，做好咗一個灶台啦。喺呢一個位置仲有非常之闊綽個位做翻張長嘅餐台，或者放翻張圓嘅餐台大家一家人一齊用餐都完全唔係問題嘅。好似我之前有個業主就係選擇咗我哋呢邊嘅95方7樓嘅同樣嘅向頭望翻園林嘅景觀，係一個7樓嘅佢咧就係睇啱咗呢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咁大嘅一個活動空間一眼咧望翻過去，一入到嚟就係自己屋企嘅客廳部分啦。我哋先睇翻休息區就因為佢呢個係橫廳嘅戶型咧，所以我哋入去休息區嘅呢一種過渡非常之細，浪費嘅空間咧係比較少嘅。入到嚟，我哋呢邊咧就係呢個對外公共嘅洗手間乾濕分離嘅淋浴間。不過佢入邊咧係冇做嗰個飄窗台喺度反而就有啲朋友中意，有啲朋友咧就覺得可能有個飄窗台嘅贈送嘅面積會更加多，係咪？入邊除咗啲飾品之外咧做好咗馬桶啦、化妝鏡櫃做咗一定嘅呢個儲物功能喺度，一啲未開過嘅新嘅沐浴露、洗手液、洗衣粉都可以放翻入去同埋洗手池啦、洗手盤眼見嘅全部交標嚟㗎。
咁啊喺我哋呢邊咧就係第一間客房啦，係會採光會有少少遮擋喺度，因為呢個向頭係向東嘅，我哋嘅客廳同埋主人間仲有一間客房向南啊嘛，呢一間房間係向東嘅嚇，咁啊採光會爭咗少少。咁我話喺呢入邊嘅話就見到示範單位咧係利用咗飄窗台嘅位置做翻咗一張床嘅。其實如果唔中意呢種設計嘅朋友，放翻張米半嘅床都係到而家我企緊嘅位置，仲有桌餘個空間放翻書台或者放翻衣櫃，直接做衣櫃咧就冇做書台啦，將我哋帶啲向南嘅房間作為小朋友佢自己嘅房間去利用啦。利用後飄窗台做翻張米半嘅床，仲有位置做書台、電腦台、做衣櫃啊，眼見可以活動嘅空間咧非常之充足。如果夾硬要計埋飄窗台做床嘅呢個面積，我哋呢一間客房已經實用係去到超過咗10個平方嗱，大家冇聽錯啦嚇，10個平方一個客房係其他嘅89方做3房咧，會比佢主人間都已經要更加大嘅啦。傍住我哋嘅客廳嚟翻主人間套間嘅位置啦嚇。咁嘅話，成個房間入邊嘅話都俾到大家一個參考喺度。呢一張床係米半嘅，後期要放米8放2米，完全都唔係問題。咁啊，其實咧實際交樓嘅時候喺主人間呢度咧係做咗一片嘅呢個飄窗台喺度。主力牆我睇睇。呢度會有個主力牆喺度，所以咧有好多朋友佢會保留翻係向南嘅呢邊嘅景觀面，然之後咧將呢邊做翻我哋女士嘅梳妝台啦，或者做少少衣櫃啦。反正呢一個飄窗台咧面積贈送，你哋自己想點用想點用。咁啊，再做翻出嚟呢邊一牆轉角位到頂嘅衣櫃都完全冇問題㗎啦嚇，帶埋一個主人間嘅洗手間亦都係一個套間嘅一種設計嚟嘅。95平方做橫廳嘅3房2廳2衛，得房率係超過100%，就唔知呢個戶型各位朋友你哋夠唔夠住呢？如果唔夠嘅情況下，我哋仲可以睇埋隔離嘅115方，可以租到4房嘅呢個唔係示範單位，交樓標準啦。咁啊，自然就到第2個戶型啦。98方雖然話冇做樣板房冇做示範單位，冇做交樓標準，因為佢係 A3 棟，我而家咧係 A4 棟啊嘛。咁咧，我都係通過呢一邊嘅115方，係115方嘅呢個交樓標準，帶大家咧就感受一下98方嘅嗰個不同之處啦。咁咧喺98方嘅戶型咧，其實呢個位置入門佢唔會話有個門口嘅玄關位。而家我係115方係直接通到我哋嘅客廳同埋我哋嘅飯廳嘅位置嘅。咁嘅話設計嘅格局大家係差唔多嘅，只不過咧呢個115方嘅係5米8嘅客廳，98方咧就係5米半嘅一個客廳，同埋咧出邊對外嘅露台，出嚟感受一下。因為佢98方同埋115方啦，都有向翻東面嘅呢一個朝向嘅景觀，係正對住我哋成片航空新城中間嘅一個馬路，隔離有2個屋苑係粵海十貴府同埋咧龍湖嘅呢個湖城大景嚇，2個屋苑喺度，所以向東嘅呢個向頭咧採光嗰方面啦，會比向正南嘅95方嘅3房同埋115方都有南北對流嘅嚇，呢個4房咧係會爭咗少少嘅。咁嘅話啦，入翻嚟我哋嘅客廳嘅位置喺休息區呢度佢係傍住個飯廳，喺呢個位置係我哋嘅廚房位嚟嘅，98方咁嘅話咧係而家第一間廚房嘅位置咧係第一間客房就廚房客房呢個第2間客房，我哋再入翻入嚟嘅話咧喺呢一個位置分別咧就係公共嘅洗手間。眼見嘅係交標，然之後另外咧呢一間咧就唔係房間嚟嘅，呢一間咧係主人間套廁嘅洗手間，連埋自己嘅主人房，呢邊仲有第3間房間再入翻入嚟套廁再到翻自己主人房入邊嘅啦。呢個咧就係98方嘅呢個戶型嚟嘅。就係話佢冇做嗰個示範單位，冇做嗰個交樓標準，所以咧我只可以通過呢種形式同埋咧左邊嘅呢個戶型圖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啫。咁佢98方嘅嗰個戶型咧就
因為向翻東嘅一個朝向喺度，所以咧佢個單價咧會稍為優惠少少但咧都要18,500起先可以擁有到噶啦。咁都正式啦。咁睇翻我哋呢個115方嘅呢個交樓標準明顯咧入門咧就會有個玄關嘅位置眼見咧全部都係交標，會有埲牆呢一種設計嘅話就好偏風水呢方面嘅。有好多朋友咧佢就唔希望入門一眼望入去係自己嘅客廳，或者係正對住人間嘅房間係咪？所以咧華發而家新規佈建嘅好多樓盤，包括琴澳新城，包括灣石1號，我都有見到佢哋入門係做咗個玄關位，做咗遮擋一下嘅，先至入翻嚟我哋正式嘅戶型入邊啦。咁傍住呢個5.8米嘅大客廳咧，就到翻我哋嘅廚房嘅位置啦。佢成個廚房實得嘅話咧，其實係比95方嘅要大好多，做一個大 U 字型嘅廚房。眼見嘅上面嘅呢個儲物櫃，方太品牌嘅油煙機、爐頭都係交樓嘅標準，包括操作台啦，同埋呢啲抽筒下邊嘅呢個儲物空間喺度，點唔出嘅？就係咁樣啦。而且就預留咗一個雙門冰箱，甚至咧3開門嘅冰箱嘅一個位係冇問題嘅。就有2種風格俾大家揀嘅，就唔知大家係中意95方嗰種半開放式3趟門嘅嗰種設計啊，定係話正式嘅呢種封閉式嘅呢種廚房啦。咁入翻我哋嘅休息區嗰度，好似呢一種啦，叫橫廳戶型咧，佢就唔會有好似傳統嘅豎廳從我哋嘅活動區到休息區有條走廊浪費個空間，所有嘅房間、廚房、洗手間咧呢啲咧就叫入去嘅嗰個浪費個空間啦。橫廳會少好多嘅咁我話咧，每一扇門咧佢會係就挨住我哋嘅客廳嘅位置，所以話點解明顯覺得我哋嘅橫廳得房率會更加高所以係有呢個原因喺度嘅咁自然到翻我哋嘅公共洗手間啦到幾乎咧而家新規佈建每一個洗手間嘅邊都會帶一個咁嘅飄窗台嘅位置，實唔實用就大家睇啦。咁乾濕分離嘅淋浴間、馬桶化妝鏡櫃眼見嘅全部都係交樓嘅標準。每一個房間咧都鋪好咗木地板，油好咗白色嘅呢個乳膠漆牆面，飄窗台面積都係贈送嘅而且我哋呢一邊咧華發金灣府嘅話，全屋嘅呢個中央空調、風管機都係交樓嘅標準嚟嘅啦。咁呢一間係115方啦，第3間客房就已經係可以見到出邊咧係如火如荼咁動緊工喺度。隔離嘅呢個係 A5 棟，再遠啲嘅係 A6 棟再向嗰邊咧7、8、9、10、11一路咁樣落去。所以啱先係話喺沙盤嗰度話咧有個下沉式嘅會所。我同華發呢邊嘅個銷售人員落實咗一下唔算落實，係問咗一下究竟係下沉式嘅定係咧將我哋上面嘅住宅挑高樓層咁樣嘅形式去做我哋華發金灣府2期嘅會所咧，暫時未有定論未有定論，呢個要等後期 A5 棟落成咗之後，我哋先可以知道佢正式係點樣打造噶啦。嚟翻115方交樓標準嘅呢邊嘅主人房入邊同每一間主人房休息區一樣嘅，都可以做到一個270度嘅採光景觀面咁交樓嘅時候就係有咁大嘅飄窗台成個轉角噶啦。咁眼見嘅話咧鋪好咗木地板，又好咗牆面，不過咧燈係比較簡單嘅。後邊收咗樓之後，就要各位朋友你哋上網買翻自己中意嘅款式喺網上邊買嘅時候咧，師傅已經可以包上門安裝嘅。咁正對住咧會有個我哋嘅洗手間陶瓷嘅洗手間嘅位置，空間咧係一樣嘅，同我哋嘅呢個住人間套廁同客廁咧，公共洗手間活動空間包括佢使用率大家都一樣嘅咁對於我哋呢一個華發金灣府呢邊啦，就在售嘅高層嘅洋房，而家可以選擇嘅樓層並唔多，因為係喺2024年嘅11月開盤咧，直到而家25年嘅3月份，而家A3 棟、A4 棟可以選擇到嘅就得20套嘅啫係呢3個戶型95、98、115方3個戶型加埋一齊可以選嘅就得20套噶啦。後邊如果仲要希望係喺18000起嘅呢個單價上攞低呢邊嘅
住宅嘅朋友咧，就要加快腳步啦，因為我聽聞後邊嘅 A5 棟啊、A6 棟啊，佢都會收翻一定嘅折扣，導致咧我哋選擇翻嗰個單價咧要向上浮翻少少㗎啦。感興趣嘅朋友啊，可以通過右上角嘅聯繫方式致電或者 WhatsApp 我將華發金灣府嘅詳細資料同埋示範單位嘅 video send 俾大家詳細了解一下啦。我哋下期再見啦！